47周年，47周年对咱台湾地乐长老教会来讲，咱也无到1/3啦吼。咱已经准备要迎至长老教会庆祝160年啊，吼，搁2年后就165年啊，所以咱搁是后段班，但是后段班无表示咱无进步，后段班无表示咱会当。军队就兼备因所行的脚迹努力进前所以我要招咱大家先祝福一下，讲富强教会生日快乐，甲大家祝福一下，隔壁祝福一下，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经文小等下，咱会当来做复习这是咱今仔日一个感恩的日子每一年伫8月第2主日，就是咱富强教会的设教周年。咱对1976年开始到今仔日47岁，咱真感谢主咱会同工足用心咱伫咱的西能转角设计一丛足水的树咱多谢3年执事甲一寡同工昨天就把它布置好了。那棵树看起来很亮丽，到底里面是什么呢？原来有没有看到那个灰色，就是土色的，有写什么？有写字哦，不是树干尔，是47，这样有创意你也看遐个心有足侪色，很多颜色的心哦。这些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共有47颗，有47颗47做树干，47颗心当水果子每颗心上面都有历届的牧者、目前教会的编制、团队、小组你也看内面都是有这个名就对了迄个名就是有各小组、各团体、各单位迄较细字看无，但是就是一个心代表一个单位47个单位，亲像一张大树的树叶树叶长满了整棵树干。那4跟7就是一个强壮的树干，让我们看见在上面有美好的果实这是上帝的恩典。兄弟姊妹，对圣经今仔日咱读2位圣经章，2段经文它都在描述一个美好圣殿、佳美圣殿、美好教会的一种想望，或是一种期待跟渴慕咱对拄则陈佑长老带咱读台语的，佮读华语的圣经，咱佮一个简单的复习大圣是诗篇84篇8到12节，迄是诗人一个俄乐赞叹佮祈祷。第一，伊上主虔诚祈祷，伊甲主祈祷，祈祷什么呢？求万军统帅垂听祷告，不只是万军，还是统帅，要垂听谁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他说：“雅各的上帝侧耳而听，护卫我们的上帝求你赐福给你所选立的王。”不只是垂听，而且要护卫神所设立的王，表示这个国度。这一个国家是神所应许的，然后他进一步说，对上帝殿宇的渴慕，第10节，他说：“在你的殿宇住1天，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我宁愿在上帝的居所看门，不愿住在邪恶人的家里。”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一种对比、对照的句子。而且是很强烈的对比。他说：“我宁愿在上帝的殿中看门，表示说我没有什么样的职位，就单单的成为一个守门员，我都满心欢喜，而且住1000日都不累，也不愿在邪恶的人家里，即使是吃喝玩乐，里面很多很多的所有的那个宴会，或是很大的这个切操安尼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体会那个心情吗？
如果你没有去领受到上帝殿宇所带给你的喜乐、跟平安、跟祝福，你就没有办法向世人讲出这一句话。就像但以理他们在皇宫里面，虽然享尽荣华富贵，但是他们仍然在渴慕神，在祷告，跟他的同伴。这个是基督徒最高的一个境界。你愿意在神的面前，你愿意在神的家中享受那至大无比安乐跟祝福吗？这是诗人的祷告。第三个，他这么样的解释说，为什么我愿意在上帝的殿宇当看门的？是因为上帝是保护跟赏识者，上帝是保护者，伊是修饰者。这是愿意伫上帝殿宇过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伫遮有得到恩典嘛。所以伊讲上帝是太阳，伊将咱人上需要的日头来做比拼，然后一种做对比法，一个比喻。你用知影讲，这个地球如果没有太阳，大概什么生命都没有了。虽然我们今年暑假热到不得了热到爆已经30-40度了。有的地方40-50度，是因为人类过度贪婪啦，太阳光给你太多了。好，他说上帝是太阳，是保护者，重要是他是保护者，而且他是恩惠光荣，从不保留，要把美好的事物给行为正直的人。他这句话原来是倒装句，原来是倒装句。他怎么说呢？他说，主上帝是太阳，是保护者，他给我们恩惠光荣，他从不留下一样美好的事物不给行为正直的人。换句话说，从不留下不给，就是一定给，对不对？然后他要给那一些按照他话语来行的人。正直的意思就是不偏差，走在主耶和华的正路，行在上帝恩典的路，所以上帝就没保留了，没有任何保留。我们都能体会，当父母亲的要将一切的美好、一切最棒的留给自己的儿女。在餐桌上，哪一个最好吃的，哪一个最可口的，哪一个最营养的，父母亲总是留给儿女。上帝就是这样子，从不保留，把美好的事物留给行为正直的人。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说，信靠上帝的人多么怎么样？多么有福！信靠信靠的人跟有福是相等的。这是诗篇这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领受这样的祝福，说：我要住在上帝的殿宇，而且我宁愿看门，也不愿意在恶人的家中住。这样子。一天胜过千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当你喜乐平安的时候，总是觉得日子怎么过得那么快，时间快乐时光容易过去。但是那些艰难、困苦、欢乐、忧闷，哇，那日子就歹过，度日怎么样？如年。你喜欢一天胜过千日，是因为神的祝福，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好，那另外在新约圣经，同样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的形象，在3章14到21节，跟诗篇一样，最先就是先虔诚的祷告、祈祷。第一段经文诗篇说：万军耶和华，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求你侧耳而听。然后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说，在天父面前跪下祈求，是跪下，是表示完全的虔诚的，没有保留的。为什么要祈求呢？因为天上地下所有家族的丰盛，都是从他而有的。意思说，世界万民万族、万民万族，所有一切的恩典，都是从这位上帝而来。就像诗人跟他讲说，上帝好像太阳一样，上帝如同这个
四下光芒、四下温暖的太阳，让我们在里面享受无限的恩典。所以他说：“我要在神面前跪下，一切丰富从他而来。”第二个，他在讲说，这样的丰富就在神的家中，在上帝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他说，在教会里面，这些信徒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爱心不是一种表面上的展示，而是真正是有力量出来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圣灵赐下力量。你知影讲，咱要疼人吼，有时疼人，人讲好心安怎？互雷针，啊有时是吼口惠实不至啊，讲的啊也无正式。哦，咱最近吼台湾选举，毋过乱糟糟啊，逐摆人发讲迄证件一大堆，拢会想讲。你做就较知吼，唔通先讲，先讲就无效。做咧唔知有实在，啊，无你讲的一大堆啊，人讲啊，讲的一本机啊，做的一汤匙就对了吼。好，那为什么保罗说在主的教会，信徒是有根有基？是因为我们先寻求圣灵赐下力量，记得。用人为的方式，包括做慈善工作，那当然好事是大家都期待的，但是要产生力量，那个爱心才有根有基。那这样的爱的力量是从圣灵而来，因为它要使你内在的生命强壮。意思讲，咱逐项做好事，劝你做好事，人讲善有善报，这拢是一个人这道德上真好的。这个训练啦，但是咱基督徒是追求一个，迄个爱心的背后有圣灵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我们的内在生命很强盛。即使是我失去了，我仍然继续努力，继续施予我的爱心。不是我有才施予爱心，连没有我也施予爱心。第二个。我们还要借着信心求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你有圣灵帮助，这个是一个神的应许跟恩典，但是你还要有一种主动的追求，借着信心求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在他的爱中才有根有基。所以有根有基是圣灵的同在，还有基督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才有那个强壮，或是说你能够一直持续，遇到困境、遇到挑战、遇到挫折，甚至遇到磨难，你的爱仍然没有失去。不是因为你能力大，是因为圣灵的同在，是因为基督在你的心里，让你的内心很强壮。第三个，与所有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长阔高深。还是为迄个重点永远是伫遮哦。你要安怎，互人感觉讲，这个疼是长跨关心？你要互人感觉讲，来上帝殿吼，住一日，比住伫歹人的布棚1000日，迄拢毋是人有外敖啦吼。你甲这礼拜堂做啊偌水偌好，吼，咱各种活动都做得很精致、很美好。但是要长阔高深就不一样了。长阔高深是因为我们借由圣灵的同在，借由基督住在我们内心，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让所有的子民体会这个长阔高深。这个体会是透过每一位神的门徒，透过每一位弟兄姐妹，透过愿意接受呼召，要执行出这个在上帝的殿宇中，即使是看门，仍然是恩典满满、祝福满满。所以这样，基督徒才能理解基督那创造、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完全被上帝的完美所充满。最近因为夏天，所以很多这样的台风引起了很多的灾害。咱台湾吼，伫山顶安尼土石流，安尼就感觉足严重啊吼。咱无想讲中国严重到互咱，因为它消息不报出来啊，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整个村庄、整个城镇都被淹的，就连在最漂亮的夏威夷，整个岛都被烧掉了。
有人讲说，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警告，因为这个大自然是不能亵渎的，是因为那些力量超越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种苦境困难当中，基督徒怎么样展现出那样的爱心、跟关怀、跟支持？那这样的爱，必须是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去领会。即使在困境当中，我们看见很多的宣教师，早期的宣教师，即使台湾是一个不毛之地，或是说不是不毛了，是因为瘴疠之地，在这边生存很困难的时候，这些宣教师冒着感染那个登革热、感染那个疟疾、感染霍乱的危险，也愿意把耶稣的爱传来。那个是透过那个牺牲，透过那个付出，让人家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是长过高深。换句话说，这个长过高深不是用比的，不是用说的，而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愿意摆上，然后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所以那个叫做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被上帝所充满。然后保罗最后用一个非常美好的宣告说，上帝的大能运行在教会里面。20跟21节，他说：“上帝以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讲。”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所以能够一日胜过千日，是因为你看见神的应许是他的大能能做到的，人不能做，人做不到，神愿意做，神能做，他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弟兄姐妹，你如果在富强教会，你经历到1点、2点、3点，这一些所求所想的，你就去领会到说，为什么上帝大能成就一切，而且是在我们富强教会当中。所以最后保罗的祷告，他说：“愿上帝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到称赞，世世代代直到永远。”这也是我们富强教会庆祝47周年最大的祈祷，最深切的祈祷。愿上帝伫富强教会啦，上帝的富强教会伫基督耶稣内底得到乐，而且是世世代代直到永远。这是最美好的恩典哈，最美好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借由诗人所做的祷告，借由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宣告以及见证，我们一起来学习，在47周年，我们即将要迎接50禧年，怎么样使命传承、创新超越？我们做一个持守命定的教会。我都有讲，咱富强教会才47年，咱总会都已经要庆祝100年啊。我们的前辈老大哥、老大姐多得不得了，多到很多。未来教会拢庆祝100几年吼，100个拢足济啊，对不对？现在100俱乐部了，在台湾吼，不下几百间了吼。但是我们怎么样在后面急起直追，而且希望能够超越？超越不是超越我们的哥哥姐姐，是超越让神的应许，就像刚刚讲的，大能超过一切，继续见证富强教会神所示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哈。好，那我们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要来缅怀富强教会历代圣徒的使命跟典范。故事讲不了。昨天我听到善林执事说要设计这个47个果子、47个心哦，哇！如果要把那些恩典满满的资料记录起来哦，可能一个大墙都弄不完，可能要2个墙、3个墙、4个墙，可见那些故事是多么的恩典。那我只讲几个点。第一个，特别是新到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咱富强教会哈，有好根基啦，有好的根基。因为在教会创立的时候，我们的属灵前辈就立下了这个美好的根基，这个是绝对是富强教会最值得感恩的事。即使我们以后过100年、过200年，我们都要纪念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富阳教会当初在这边地方是一片甘蔗园，当时中华路都还没有开通。我们从中华路开始算东门路3段，对不对？其实以前不是东门路3段，已经叫做富阳路。所以咱和这富阳教会，有人唔知的人就甲咱揶讲：哇，恁咧遐尼大面神啊，讲你是富阳安尼，逐项拢富强。其实唔是啊，咱足谦卑的，是富阳路内底的富阳教会，嘛是富阳里的富阳教会。咱是足单纯，阮都号名，咱长老教会的惯势号地名嘛吼。较早吼，哇是规个台南吼，拢甲号做台南教会，慢慢啊缩变做什么乡，做镇乡，吼新化镇，用新化教会。咱即马都遐大粒的名拢互人号了啊，所以咱个号路就好啊，安尼吼。那有2个点，我们都要记住。第一个，咱东吹西在这一块土地，在这边建立教会，是王忠信牧师的家族无条件的奉献。意思讲吼，咱富阳教会兄弟吼，足好福气的对啦。人啊便甲一间水的礼拜堂吼，佮甲一块土地拢水甲佮起好，来献堂。咱才会回应吼。我唔是讲咱无奉献啊，我是讲大部分我们就是成为一个享受恩典的基督徒进入那里面。但是我们这2件事情更关键。第一个，王牧师的家族，因无想讲这间教会是我献的，这个土地是我献的，所以你拢要听我的，我讲的是你拢唔是安尼，无啦。他们就是谦卑，把一切都摆上。再加上当时来到这边的基督徒，参与教会开设的基督徒，每一位都是同样学习到这种谦卑、尊子为大的心。所以，我们的前辈立下了这个美好的根基，就是因为他们谦卑不居功，然后完全的摆上。当时遐尼几位大家人三听，无有轻分。牧师讲这些，你不要以为说，当然嘛是安尼，那有人无哦，真的有地方没有哎。我碰到一间教会，也是他的母会完全无条件，甲厝起好，甲土地用好，规个教会拢设备好，讲来，请你来礼拜。看来也是不劳而获，对不对？但是经过好几年，里面都是争权夺利，大家要争迄个位就对啦，上做大安尼啦。嘛有迄个教会啊，来去啊，一班袂好势，搁过迄间，迄间搁过迄间，去也无带人好啦吼，去拢共带来混乱。这个伫咱富阳教会无，这是咱上宝贵的资产。咱你会记得讲，咱的前辈，咱莫甲伊讲哇，因能力偌高，这是上帝所认定的。但是这点是咱教会上美好的。这是咱教会开创时期，咱捌看过。但是我们再复习一下。当时开设的那一天呐，1976年的8月12号，有一群人伫这个所在正式开设这是咱当时借着仁和幼稚园做礼拜摆的椅嘛无像咱现在坐遐水但是是咱用受引丁乐满族长老他们的家族把他们的这个空间让我们在开创的时候有一个礼拜的地方。当时我们也借了一间老旧的房屋，把它当成临时的礼拜堂，因为我们要开始建堂。当时的这个礼拜堂还有那个德哥条那是我们一个美好的记忆。神无条件供应，但是一群参与开创的基督徒，大家不分彼此，大家同心合一，这样的传统一直到现在。像你这位，你有捌听到讲咱某咪人一栋，多人一栋，迄个带头的一栋，带一顶出去的，没有。这是我们最珍贵的传统，因为神看重这一点，不是看重你有能力多少，你的财富有多大。好，那第二个。因为这样的基础，我们看见教会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然后所以我们的教会就体质健康，就持续成长。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说，我们当初我们的前辈挑选这个地方，东区啊，较早是郊区，即嘛煞比东区上繁荣的地方哦，吼。啊，咱这落大雨吼，咱富强教会拢免烦恼，因为吼，那照古早的原开始的地形吼，咱富强教会遮吼，较早是一个半山仑啊呢，悬啊，啊，所以吼，水拢会下对别位去了对啊，表示讲这个所在啊，真的是人家看着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同心合一成长，这是我们第一代的富强教会哈，一间安尼真高水吼，啊真水的礼拜堂，啊，周围还有庭院，还有种了好多花哦，啊，就是人拢做过园丁的对了吼，啊，这是我们第一代教会的那个周报所拍的照片。那借由这样的基础跟恩典，我们教会有一个更重大的，就是我们当初在转型突破的时候，在2000年，蔡牧师来到我们这边，一群弟兄姐妹，大家开始寻求突破跟成长。那个时候，我觉得不只是上帝预备了人才，预备了同工，更重大的是我们最重要的优先就是大家从祷告开始。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牧师刚要离开我们的富强教会，我们就开始在礼拜天早上，大家都先到当时的教会地下室，大家吼先做祈祷开始啦。后来我听到这些故事更感动，是从我们的一群同工，他们去学习了这个中保代祷。刚好我们要迎接建堂，刚好我们要开始转型。转型是咧讲什么转型呢？啊，咱这不是一群人吗？转型有几哪一点？第一，咱开始接受华语的聚会，讲华语的，我们说国语，以前都是台语哦，讲台语你听无，迄你的代志哦，你都要听台语要听有哦，也要看台语圣经、台语信息哦。不是，我们要接纳任何不同语言的，所以国语引进来了。第二个，我们推动了这一个小组事工，那表示以前的牧养形态完全大改变。以前就是讲牧师直接是中级，安尼负责来照顾这些会友，今嘛不是，我们要找一群委身的同工担任小组长，担任牧养者，然后牧养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任何需要，借由小组少的人当中，马上沟通，马上联络，马上关心，马上带导。啊，所以我也感觉到讲，咱教会真正被神所看重，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实力有多好，人才有多少，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富有多，是因为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做祷告。下卡的图片是咱宋荣长老建立的这个富强教会简介，我只要借个图片来描述一下。这是咱教会一个组织图啦吼，我们开始这个整个系统开始扩展。除了小组之外，我们又推动了一个侍奉系统，就是讲教会无管什么款的服侍，拢有一个单位在服侍，负责在做。所以前2个礼拜，我们那个环球圣经公会的总干事，他来主持一个演讲会。然后他后来写一封信来谢谢我们富强教会，他说：“夏牧师啊，你们领导一群非常强盛有力的同工我感觉讲讲有荣誉感的，对吧？伊讲每一个事情都照顾得好好的，那个不是牧师有什么能力，是因为我们已经设定好不同的侍奉团队，缺什么这个团队就出来，缺什么哪一个团队负责，这些是我们教会的事工的推动，比如说这个团队服事、小组事工，我们当时推动了1人1服事、1人1小组，这是咱教会转型哈，这咱有足多牧区，咱这有儿童牧区，这有青少年的提摩太牧区，这有青年牧区，这咱有以赛亚牧区、基甸牧区，还有保罗牧区，还有约书亚牧区，这些拢是为着要互伊。大家人拢得到属灵的照顾，所以咱推动这小组事工不是凭空想象，或是
赶流行，是因为目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你能纳入这个小组或是团契里面的照顾，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平均成长。那我们也看到小组聚会哈，我们有礼拜五的聚会最居多啊，很多啊堂外聚会，还有我们服事团队，这个是比较旧了哈，还没有更新。那我们为教会的成长有注重2个，一个是上帝同在的热情敬拜，啊，第一个是有生产能力的。就像我们最近又要推动幸福小组，是因为我们要生产，不是一群人大家欢欢喜坐伫遐，啊，大拜主会足快乐，你是要带人归主的哈。啊，我们有2堂礼拜啊，我们最多的时候曾经快将近500个人哈。那疫情之后稍微有减少一些，那这个有祷告会。好，那这些都是因为藉由祷告，一群愿意摆上的同工，大家彼此尊主为大，让整个教会的转型非常的顺利。很多人成全，很多人委身，很多人愿意默默的做。其实牧师讲这些不是说对我们自己有多么样的家己保家己而乐，不是啦，是因为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有心想要转型，有心想要突破，有心想要成长，但是总是缺了什么，要么就缺人，要么就缺了同工的信心，要么就是意见不合，靠这样空有那些计划，但是执行不出来。我们感谢神，在新建会堂的时候，神给我们更大的神机呀，更大的神机。前几天我们有客人来，我们一起在分享的时候，我们通常在做介绍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说：“恁这间新的礼拜堂起偌济啊？用多少钱盖的啦？而且还多了一个地下室500-600平，是安怎来安尼哈？”那我们都会非常荣耀的跟他讲说，因为里面有神迹，里面有神迹。当然啦，钱多少那有钱的人几个给添落去嘛有啦。但是我们不是讲那个钱多少，是因为我们有一群同工在静静的线上祷告，神就差派了他所使用的人来执行这个神迹。所以意思讲，咱用足俗的钱去买到这个地下室，咱用足省的经费来起一间水的礼拜堂。很多同工努力付出，但是我觉得更大的重点是因为神愿意给我们，对吧？上帝要互咱，无有真侪人看到都得袂到呢，得袂到，是因为我们愿意谦卑在主面前，神透过他所差派的工人，我们的前辈，我们一群建筑委员，我们一群大家愿意摆上的，无论是切裂的萝卜干呐或是萝卜的浸制的萝卜，或是卖很多义卖品，是因为神愿意给我们。所以重点不只是一群有心的人，而是因为我们用祷告托住这样的祝福。这是咱教会现场的相片是咱礼拜堂献堂的一个大照片。所以弟兄姐妹，在庆祝47周年，我们有几个期许。第一个，新一代人互强人的召命。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创新超越。我们要观察时代的征兆，破坏金禧年的蓝图。新每个金禧年就是50周年，47、48、49、50，满刚好3年。让我们开始沉静下来，准备说，到底神在我们道路上预备了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成全什么？那我们教会其实已经在小会从年初就开始规划一个庆典小组。我们开始要计划说，我们怎么样来迎接50禧年？到底拿什么当礼物来奉献给神？有一些很好的构想，准备开始来计划。我也期待弟兄姐妹，你有从神领受什么样的意向，什么样的期待，也可以跟我们这些长老分享让他们更多的这样的智慧，更多的经验，或是更多的资讯来为我们下一代努力。那我觉得最重要，然后说重中之重，是因为我们必须使命传承。
我们这暑假开始，有真多弟兄姐妹看到青少年主日学、社青开始在兴起。今天的敬拜赞美也是由社青来带领。有2个重要的支柱，就是青幼新世代要受命兴起，一定要兴起，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未来。但是我们又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什么资讯呢？就是说，咱在壮年的或是银发这一代，你是救起来看好戏，是不是？不是，也要出来。因为我之前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信息啦哈，他说，咱婴儿潮的世代，在明年大概有300万人要退休，有300万人是65岁要退休，啊，这群人你叫他坐在遐无代志做，你要哪互伊去倒位啊？很多新闻都开始在报道说，很多人他觉得觉得我有存在，我觉得我还有能力，所以呢，青壮世代不是退下来，而是更加往前重回行列。所以咱唔通讲，上年啊，拢互恁少年去做到，上年甲壮年50、60岁这点的搁爱愈拍拼。有人在预期说，到这20年后呢，可能人的寿命会超过100岁的很多。意思讲咱的基因科学啦，或是整个细胞的科学互咱老化慢去啊，所以你若65退休啊，120岁才过身，你还阁有60年，60年要哪过啊？你无找到一条你会当贡献的路，啊，规日坐伫遐，啊，少年的看讲你无代志做，那会使？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是说，神给我什么任务？虽然在职场上可能退休，但是在神的国度是没有退休的。所以期待大家让新的世代、青幼的新世代大大的兴起，我们的壮银世代、稳重的世代、稳定的世代。人讲咱台湾人是这群人是有史以来能力上好、趁钱上多的啦，财富上多的，啊，你怎啊甲摕落去安尼？啊，实在是足无彩。我们期待我们的富强人有这样的呼召，大家一起来兴起我们新的迎接50禧年。我们富强教会要有一个团队的服事，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新的富强人是第3点了哈。我们一直持续的这个永恒的呼召，就是福音传扬持续的深化。咱若无传福音，咱不管讲富强教会偌好偌水啊偌红兴宣拢无够，欠缺的一点就是你要持续传扬福音，带人引人归主。我们现在很多小组已经开始在规划新的福音这个小组就我们的这个幸福小组。但是有人也转型从音乐会，或是一个个人传道，或是我们的福音茶会餐会。那最后我们是期待我们教会是活出爱的健康教会。刚刚不是说体会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吗？咱教会若无活出健康，活出爱的健康教会，咱就无法当证明上帝的疼嘛。所以我们教会期待大家努力去追求一个包容的教会，一个是接纳差异的教会，不同样多样性的教会，而且愿意成全，让一些弟兄姐妹能够成长。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的核心目标有这一些我们只看一下，我们都在周报里面有呈现了。弟兄姐妹，最后我要用上个礼拜我们看了一篇周报，就是由王月贤牧师的见证。他讲了一个结论的时候，我觉得刚好合乎我们现在这个心情了哈。他怎么说呢？他说教会就是一群病人们聚集的地方。你是讲哎呦，跟咱讲啊歹哦病人是属灵的病人，心灵的病人。咱这群人不是讲咱作用才来家，是咱有需要，我们需要神。所以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功能好像诊所跟医院一样。他说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相信凡进到教会的人都要被神完全医治，然后再走出去宣扬这位最伟大的医生耶稣。
的高明医术，然后把更多的病人带进来，病人委身在医院里服务病人。意思讲，爱的教会将做一个医治的所在，会健康的所在，得到健康的地方。他说，各教会都有难处跟困境，但不会比这位创造宇宙和统管万物的上帝大了。意思讲，卡那大都无大过上帝就对。上帝统管宇宙，你有什么通好惊的？所以相信在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所以他说，最后愿全能的上帝透过他所爱的教会，赐福台湾全地。弟兄姐妹，这是我们47周年的一个期许。愿神感动每一位愿意摆上服事，你愿意见证耶稣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神说，就是透过你，就是透过我，就是透过我们。愿神在我们当中成就。那我们在50周年的时候，看见更多的应许，就像我们开创教会时的神迹，我们重建教堂的神迹，继续在我们当中延续。故事不是讲旧的，而是新的，一代一代都有新的神迹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我们准备要来进行洗礼，还有圣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这个47周年的祝福。这祝福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许下美好的应许，也让我们每一年、每一个世代都经历到神在富阳教会所进行的神迹，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求主在我们当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唱一首诗歌信息我们要准备